喺桃園有一個該特別的數組團隊，成員係一群腦性麻痹成年嘅阿妹，一定去學裁縫做到嘅手工品。條蛤蟆係因為市面上尋唔到合適成年嘅用嘅東西，將手擼自家來做，下後做出銬頭未做來賣，一定開始用Q sản婦來設計，做出創意嘅商品。安尼Q嘅東西未叫嘅新生命。一定嘅目標係希望訓練一條腦性麻痹嘅成員呢，漢白有頭腦好做，韓國開機考4點嘅，我一定有自家創造到來實嘅能力，一針一線帶動成員呢創造光彩嘅人生。各種牛仔風格的卡棒、帽尾、竹夾嘅、木夾嘅一條，各種各樣嘅商品，一條都會用熱每種嘅嘢牛仔褲、面條嘅做出來嘅。然後如果用裡布嘅話，質感差很多。有冇？這是背面。它這個是餐桌墊，不同的布塊組合起來，你看也有一個深淺。明顯。口袋拆下來，它會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深紋。一條媽媽喺工作室度向討論新開發的商品，有哪條愛改進調整的素材，講到有來有去。這個。比如說這條褲子的褲頭有沒有？那個另外一邊就用這邊，就是用我們原來這樣。這樣。對啊，就是這樣子。也比較耐哈，那它也有原本的車線。對，好，這個可以保留啦。有人負責裁褲，有人負責裁剪、裁縫也條，大家以啥做一項，順項還有媽媽當地嘅教自家嘅奶嘢，用嚟同飛書進來嘅牛仔褲照射分開來。顏色有點像，那一帶也比較有類似的，你可以放在其實類似的可以放在其它這一帶也是，這一帶也是我們喜歡的對它。大家按熱情嘅互動，啲下工作室度空，大家都收到同歡喜。當然想想，幾條做錢都係腦性麻痹成年嘅媽媽，認真愛從其困苦成年嘅，故所當然尋到天貼嘅條路。有一百幾天，大家集中恐嚇，合作裁縫，發展出第二專長，開展新嘅事業。借由這些每一次的團聚呢，總是會學到一些美美嘎嘎的手藝。那我本身對家政裁縫還蠻有興趣的。在我們那個年代，6年級的年代，家政課是有踩那個裁縫機的，所以基本的裁縫工會有一點點。因為我本來就不會這些縫紉的東西，然後那時候也是想說來學習，因為想說學一技之長，那以後可能我如果有工作，就是說沒有工作之餘，我可以就是練習一些，就是做一些手做的東西，然後以後也可以可能擺攤啦。104年，佢哋成立嘅手作團，認真看顧成年嘅過程當中，發現我用到呢道東西，沙潛唔到合適嘅內容，將就自家來做。他們的創造力很強，而且他們有些的點子都是為了我們，就是做比較方便的袋子啊，不然就是綁。像我們坐輪椅的綁腳啊，不然就是做那個軟墊啊，那些都是，對啊，所以我是覺得那些阿姨真的很厲害。家長在帶孩子的過程中，當他們發現，原來哪裡有比較不方便，然後他們就會提出來，因為每個孩子的狀況不一樣，所以可能這個孩子他需要就是這樣子硬邦邦的椅子，可是有的孩子可能沒有，並他需要的是軟的，所以是家長最清楚孩子的需求。那他在跟我們討論說，我的孩子需要做怎樣的調整？天天嘅一群媽媽就發展出童年愛做嘅衫褲，數到將來開發出商品。按你本地愛風睇嘅牛仔褲就以為是你生命，呢度四紅下嘅人看，冇想到每套幾條嘅數項變出新鮮嘅東西。這個像口袋啊，哈，我們拆解下來，我們可能可以把它變成這樣的小小的零錢袋。這個褲頭呢，拆解下來，啊，我們可以做那個，目前我們會運用在那個，好背包的那個
袋子上面、口袋上面这些小五金，可能拉链头啊，这可能会被丢弃。然后我就想一想说，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很可爱的那个饰品。二手环保的这些牛仔布料，可能在别人眼中，它可能就是回收，就是已经是垃圾了。可是再回收，再来清洗、熨烫、消毒，好，再来加以整理之后，它也可以是一个美丽的商品。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遇到就去解决，什么样让它可以更完美，或者是让自己的心情更好。又搭尾喺幾條不用輕鬆嘅素材，上下有條聲音呢，未會嚟到公眾室聽書，就按呢從幾條學，還會同幾條阿姨服務，仲會出去買片檔，大家仲係無卡應用嘅東方咯。你就會問我，你今天做什麼？吃了什麼啊？不然就是說，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啊？就很親切，所以我非常喜歡這裡。這裡的阿姨都很好。讓二阿子賢嘅阿婆未共下嚟到工作時，佢那是求同孫呢嘅工作同學士嘅情緒，面到也歸路嘅經過，主動安慰。你啲朋友對佢親好，還要親上阿先叫，阿先叫較閒慢，較唔拼。還啲就會搞佢，阿孫呢真乖，上班又真上班啦，也很氣啦。蘇族團呢也條媽媽未接送帶定聲音呢，共下去實施擺攤呢，同人交流，為也條聲音呢勇敢來面對這個世界。我覺得讓他就是多接觸人群，我讓他知道說，對，沒錯，你有這樣子的不方便，可是你沒有錯，我們沒有人有錯，我們就是面對我們這樣子的生活跟這樣的方式，然後，也要去接受，不管外來的眼光，不管是惡意善意，那都是我們以後會面對的，對，所以越早讓他接觸，那，應該說要越強壯。蘇族團嘅也條媽媽希望，喺辦公中時為係培養訓練也條五體不全嘅聲音呢，以專業嘅熱力式素材，也條行卡蒙頂有意義，為佢以看點嘅，細細嘢未做得半也條聲音呢，一定夢想。